為教會牧師傳道師母的禱告。主耶穌，我為你呼召，牧師傳道師母，在神國裏服侍你的兒女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甘心樂意的回應你呼召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盡心盡意盡力的服侍，我們感謝你。你是公義聖潔的主，也是慈愛憐憫滿有恩慈的神。求你祝福牧師傳道師母，在所行一切事上聖潔，使他們能見你面。求榮耀的父將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賜給牧師傳道師母，使他們真知道且認識你，和你有親密的關係，能領受從你來的啟示，與眾肢體一起建造榮耀的教會，預備你的再來。求主時常吸引牧師傳道師母與你親近，當他們親近你時，你也必親近他們，並用你的愛澆灌他們的心，讓他們親身經歷你對他們的長闊高深無止境完全的愛。主耶穌，你也祝福並保守牧師傳道師母接近你的質與量，賜下渴慕的心、合適的場所、足夠的時間，不容許仇敵偷竊毀壞，使牧師傳道師母安穩在你懷裏，浸泡在你生命活水的江河中，使牧師傳道師母重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你也必天天用新的膏油膏牧師傳道師母的頭，使他們的福杯滿溢，天天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榮上加榮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一切攪擾牧師傳道師母無法專心親近主的仇敵的詭計都完全滅絕。求主祝福牧師傳道師母凡事興盛，身體健壯，正如他們的靈魂興盛一樣。求主祝福牧師傳道師母，或吃或喝，無論做什麼，都為榮耀神而行，使他們蒙主賜智慧、喜樂、平安，與主同行，在凡事上認定主能行的合宜，蒙主喜悅，使人得福。祝福牧師傳道師母常存敬畏的心，不斷領受從你而來的異象，並賜下謀略的靈，清楚你的策略、方式、時間、人選。主啊，祝福牧師傳道師母有智慧的心，時常敏銳聖靈的引導，安排一天時間的先後次序，留意你在他們周遭的人事物上的工作，樂意付代價與你同工，享受與你同工的果效，常得同工會眾未得救者的喜愛。求你賜下合一的靈在我們的聚會中，幫助我們每一個人都願意同心，使我們能同感一靈來追隨你，追隨同一個異象來奔走你的道路，幫助我們除掉邪僻的口、乖謬的嘴，眼目向前靜看，追隨你的道路。求聖靈恩膏牧師傳道師母的侍奉和禱告，使貧窮人有福音聽，有病的得醫治，受壓制的得自由，成為智慧的領路者，使眾肢體歡喜付代價，同心遵行大使命，使萬民作主門徒。願頌讚榮耀歸給榮耀的主耶穌。求主保守牧師傳道師母不遇見試探，救他們脫離兇惡。奉主耶穌的聖名，命令教會中不當的批評、過度的期待都要離開。求主敗壞罪惡的權柄，使他在牧師傳道師母的身上毫無影響力。求耶穌成就屬靈的人參透萬事的話，在牧師傳道師母的身上，使他們有智慧，不受欺騙，被你保護隱藏，
並靠主能站立得穩，抵擋仇敵得勝。主耶穌，你是供應我們一切需要的神，求主供應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經濟的需要，知道分配的優先次序，蒙主祝福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經歷先求你的國和你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他們的喜樂，能分辨凡物是否出於耶和華所賞賜的，有清潔的手，得享神的富足，並不加上憂慮。求主賜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身為丈夫、妻子、父親、母親、兒子、女兒各樣角色，能用心稱職，勝任有餘，成為蒙神祝福的管道，使敬畏你的人一樣好處也不缺。當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專心侍奉你時，求你以盾牌四面護衛他及他的配偶、兒女、親人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沒有後顧之憂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為教會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禱告。主耶穌，我為你呼召，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在神國裏服侍你的兒女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甘心樂意的回應你呼召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盡心盡意盡力的服侍，我們感謝你。你是公義聖潔的主，也是慈愛憐憫滿有恩慈的神。求你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在所行一切事上聖潔，使他們能見你面。求榮耀的父將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賜給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使他們真知道且認識你，和你有親密的關係，能領受從你來的啟示，與眾肢體一起建造榮耀的教會，預備你的再來。求主時常吸引牧師、傳道、師母與你親近，當他們親近你時，你也必親近他們，並用你的愛澆灌他們的心，讓他們親身經歷你對他們的長闊高深無止境完全的愛。主耶穌，你也祝福並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接近你的質與量，賜下渴慕的心、合適的場所、足夠的時間，不容許仇敵偷竊毀壞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安穩在你懷裡，浸泡在你生命活水的江河中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重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你也必天天用新的膏油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頭，使他們的福杯滿溢，天天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榮上加榮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一切攪擾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無法專心親近主的仇敵的詭計都完全滅絕。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凡事興盛，身體健壯，正如他們的靈魂興盛一樣。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或吃或喝，無論做什麼，都為榮耀神而行，使他們蒙主賜智慧、喜樂、平安，與主同行。在凡事上認定主能行的合宜，蒙主喜悅，使人得福。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存敬畏的心，不斷領受從你而來的異象，並賜下謀略的靈，清楚你的策略、方式、時間、人選。主啊，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有智慧的心，時常敏銳聖靈的引導，安排一天時間的先後次序，留意你在他們周遭的人事物上的工作，樂意付代價與你同工，享受與你同工的果效，常得同工會眾未得救者的喜愛。求你賜下合一的靈在我們的
聚會中幫助我們每一個人都願意同心，使我們能同感一靈來追隨你，追隨同一個異象來奔走你的道路，幫助我們除掉邪僻的口、乖謬的嘴，眼目向前靜看，追隨你的道路。求聖靈恩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侍奉和禱告，使貧窮人有福音聽，有病的得醫治，受壓制的得自由，成為智慧的領路者，使眾肢體歡喜付代價，同心遵行大使命，使萬民作主門徒。願頌讚榮耀歸給榮耀的主耶穌。求主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不遇見試探，救他們脫離兇惡。奉主耶穌的聖名，命令教會中不當的批評、過度的期待都要離開。求主敗壞罪惡的權柄，使他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毫無影響力。求耶穌成就屬靈的人參透萬事的話，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，使他們有智慧，不受欺騙，被你保護隱藏，並靠主能站立得穩，抵擋仇敵得勝。主耶穌，你是供應我們一切需要的神，求主供應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經濟的需要，知道分配的優先次序。蒙主祝福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經歷先求你的國和你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他們的喜樂，能分辨凡物是否出於耶和華所賞賜的，有清潔的手，得享神的富足，並不加上憂慮。求主賜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身為丈夫、妻子、父親、母親、兒子、女兒，各樣各色，能用心稱職，勝任有餘，成為蒙神祝福的管道，使敬畏你的人一樣好處也不缺。當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專心侍奉你時，求你以盾牌四面護衛他及他的配偶、兒女、親人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沒有後顧之憂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為教會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禱告。主耶穌，我為你呼召，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在神國裏服侍你的兒女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甘心樂意的回應你呼召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盡心盡意盡力的服侍，我們感謝你。你是公義聖潔的主，也是慈愛憐憫滿有恩慈的神。求你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在所行一切事上聖潔，使他們能見你面。求榮耀的父將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賜給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使他們真知道且認識你，和你有親密的關係，能領受從你來的啟示，與眾肢體一起建造榮耀的教會，預備你的再來。求主時常吸引牧師、傳道、師母與你親近，當他們親近你時，你也必親近他們，並用你的愛澆灌他們的心，讓他們親身經歷你對他們的長闊高深無止境完全的愛。主耶穌，你也祝福並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接近你的質與量，賜下渴慕的心、合適的場所、足夠的時間，不容許仇敵偷竊毀壞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安穩在你懷裏，浸泡在你生命活水的江河中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重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你也必天天用新的膏油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頭，使他們的福杯滿溢，天天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榮上加榮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一切攪擾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無法專心親近主的仇敵的詭計都完全滅絕。
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凡事興盛，身體健壯，正如他們的靈魂興盛一樣。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或吃或喝，無論做什麼，都為榮耀神而行，使他們蒙主賜智慧、喜樂、平安，與主同行。在凡事上認定主能行的合宜，蒙主喜悅，使人得福。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存敬畏的心，不斷領受從你而來的異象，並賜下謀略的靈，清楚你的策略、方式、時間、人選。主啊，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有智慧的心，時常敏銳聖靈的引導，安排一天時間的先後次序，留意你在他們周遭的人事物上的工作，樂意付代價與你同工，享受與你同工的果效，常得同工會眾未得救者的喜愛。求你賜下合一的靈在我們的聚會中，幫助我們每一個人都願意同心，使我們能同感一靈來追隨你，追隨同一個異象來奔走你的道路，幫助我們除掉邪僻的口、乖謬的嘴，眼目向前靜看，追隨你的道路。求聖靈恩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侍奉和禱告，使貧窮人有福音聽，有病的得醫治，受壓制的得自由，成為智慧的領路者，使眾肢體歡喜付代價，同心遵行大使命，使萬民作主門徒。願頌讚榮耀歸給榮耀的主耶穌。求主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不遇見試探，救他們脫離兇惡。奉主耶穌的聖名，命令教會中不當的批評、過度的期待都要離開。求主敗壞罪惡的權柄，使他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毫無影響力。求耶穌成就屬靈的人參透萬事的話，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，使他們有智慧，不受欺騙，被你保護隱藏，並靠主能站立得穩，抵擋仇敵得勝。主耶穌，你是供應我們一切需要的神，求主供應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經濟的需要，知道分配的優先次序。蒙主祝福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經歷先求你的國和你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他們的喜樂，能分辨凡物是否出於耶和華所賞賜的，有清潔的手，得享神的富足，並不加上憂慮。求主賜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身為丈夫、妻子、父親、母親、兒子、女兒，各樣各色，能用心稱職，勝任有餘，成為蒙神祝福的管道，使敬畏你的人一樣好處也不缺。當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專心侍奉你時，求你以盾牌四面護衛他及他的配偶、兒女、親人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沒有後顧之憂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為教會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禱告。主耶穌，我為你呼召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在神國裏服侍你的兒女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甘心樂意的回應你呼召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盡心盡意盡力的服侍，我們感謝你。你是公義聖潔的主，也是慈愛憐憫滿有恩慈的神。求你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在所行一切事上聖潔，使他們能見你面。求榮耀的父將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賜給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使他們真知道且認識你，和你有親密的關係，能領受從你來的啟示，與眾肢體一起建造榮耀的教會，預備你的再來。
求主時常吸引牧師、傳道、師母與你親近。當他們親近你時，你也必親近他們，並用你的愛澆灌他們的心，讓他們親身經歷你對他們的長闊高深無止境完全的愛。主耶穌，你也祝福並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接近你的質與量，賜下渴慕的心、合適的場所、足夠的時間，不容許仇敵偷竊毀壞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安穩在你懷裡，浸泡在你生命活水的江河中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重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你也必天天用新的膏油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頭，使他們的福杯滿溢，天天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榮上加榮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一切攪擾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無法專心親近主的仇敵的詭計都完全滅絕。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凡事興盛，身體健壯，正如他們的靈魂興盛一樣。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或吃或喝，無論做什麼，都為榮耀神而行，使他們蒙主賜智慧、喜樂、平安，與主同行，在凡事上認定主能行的合宜，蒙主喜悅，使人得福。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存敬畏的心，不斷領受從你而來的異象，並賜下謀略的靈，清楚你的策略、方式、時間、人選。主啊，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有智慧的心，時常敏銳聖靈的引導，安排一天時間的先後次序，留意你在他們周遭的人事物上的工作，樂意付代價與你同工，享受與你同工的果效，常得同工會眾未得救者的喜愛。求你賜下合一的靈在我們的聚會中，幫助我們每一個人都願意同心，使我們能同感一靈來追隨你，追隨同一個異象來奔走你的道路，幫助我們除掉邪僻的口、乖謬的嘴，眼目向前靜看，追隨你的道路。求聖靈恩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侍奉和禱告，使貧窮人有福音聽，有病的得醫治，受壓制的得自由，成為智慧的領路者，使眾肢體歡喜付代價，同心遵行大使命，使萬民作主門徒。願頌讚榮耀歸給榮耀的主耶穌。求主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不遇見試探，救他們脫離兇惡。奉主耶穌的聖名，命令教會中不當的批評、過度的期待都要離開。求主敗壞罪惡的權柄，使他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毫無影響力。求耶穌成就屬靈的人參透萬事的話，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，使他們有智慧，不受欺騙，被你保護隱藏，並靠主能站立得穩，抵擋仇敵得勝。主耶穌，你是供應我們一切需要的神，求主供應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經濟的需要，知道分配的優先次序。蒙主祝福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經歷先求你的國和你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他們的喜樂，能分辨凡物是否出於耶和華所賞賜的，有清潔的手，得享神的富足，並不加上憂慮。求主賜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身為丈夫、妻子、父親、母親、兒子、女兒，各樣各色，能用心稱職，勝任有餘，成為蒙神祝福的管道，使敬畏你的人一樣好處也不缺。當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專心侍奉你時，求你以盾牌四面護衛他，
及他的配偶、兒女、親人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沒有後顧之憂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為教會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禱告。主耶穌，我為你呼召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在神國裏服侍你的兒女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甘心樂意的回應你呼召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盡心盡意盡力的服侍，我們感謝你。你是公義聖潔的主，也是慈愛憐憫滿有恩慈的神。求你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在所行一切事上聖潔，使他們能見你面。求榮耀的父將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賜給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使他們真知道且認識你，和你有親密的關係，能領受從你來的啟示，與眾肢體一起建造榮耀的教會，預備你的再來。求主時常吸引牧師、傳道、師母與你親近，當他們親近你時，你也必親近他們，並用你的愛澆灌他們的心，讓他們親身經歷你對他們的長闊高深無止境完全的愛。主耶穌，你也祝福並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接近你的質與量，賜下渴慕的心、合適的場所、足夠的時間，不容許仇敵偷竊毀壞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安穩在你懷裡，浸泡在你生命活水的江河中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重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你也必天天用新的膏油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頭，使他們的福杯滿溢，天天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榮上加榮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一切攪擾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無法專心親近主的仇敵的詭計都完全滅絕。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凡事興盛，身體健壯，正如他們的靈魂興盛一樣。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或吃或喝，無論做什麼，都為榮耀神而行，使他們蒙主賜智慧、喜樂、平安，與主同行。在凡事上認定主能行的合宜，蒙主喜悅，使人得福。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存敬畏的心，不斷領受從你而來的異象，並賜下謀略的靈，清楚你的策略、方式、時間、人選。主啊，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有智慧的心，時常敏銳聖靈的引導，安排一天時間的先後次序，留意你在他們周遭的人事物上的工作，樂意付代價與你同工，享受與你同工的果效，常得同工會眾未得救者的喜愛。求你賜下合一的靈在我們的聚會中，幫助我們每一個人都願意同心，使我們能同感一靈來追隨你，追隨同一個異象來奔走你的道路，幫助我們除掉邪僻的口、乖謬的嘴，眼目向前正看，追隨你的道路。求聖靈恩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侍奉和禱告，使貧窮人有福音聽，有病的得醫治，受壓制的得自由，成為智慧的領路者，使眾肢體歡喜付代價，同心遵行大使命，使萬民作主門徒。願頌讚榮耀歸給榮耀的主耶穌。求主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不遇見試探，救他們脫離兇惡。奉主耶穌的聖名，命令教會中不當的批評、過度的期待都要離開。求主敗壞罪惡的權柄，使他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毫無影響力。
求耶穌成就屬靈的人參透萬事的話，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，使他們有智慧，不受欺騙，被你保護隱藏，並靠主能站立得穩，抵擋仇敵得勝。主耶穌，你是供應我們一切需要的神，求主供應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經濟的需要，知道分配的優先次序，蒙主祝福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經歷先求你的國和你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他們的喜樂，能分辨凡物是否出於耶和華所賞賜的，有清潔的手，得享神的富足，並不加上憂慮。求主賜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身為丈夫、妻子、父親、母親、兒子、女兒，各樣各色，能用心稱職，勝任有餘，成為蒙神祝福的管道，使敬畏你的人一樣好處也不缺。當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專心侍奉你時，求你以盾牌四面護衛他及他的配偶、兒女、親人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沒有後顧之憂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為教會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禱告。主耶穌，我為你呼召，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在神國裏服侍你的兒女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甘心樂意的回應你呼召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盡心盡意盡力的服侍，我們感謝你。你是公義聖潔的主，也是慈愛憐憫滿有恩慈的神。求你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在所行一切事上聖潔，使他們能見你面。求榮耀的父將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賜給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使他們真知道且認識你，和你有親密的關係，能領受從你來的啟示，與眾肢體一起建造榮耀的教會，預備你的再來。求主時常吸引牧師、傳道、師母與你親近，當他們親近你時，你也必親近他們，並用你的愛澆灌他們的心，讓他們親身經歷你對他們的長闊高深無止境完全的愛。主耶穌，你也祝福並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接近你的質與量，賜下渴慕的心、合適的場所、足夠的時間，不容許仇敵偷竊毀壞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安穩在你懷裏，浸泡在你生命活水的江河中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重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你也必天天用新的膏油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頭，使他們的福杯滿溢，天天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榮上加榮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一切攪擾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無法專心親近主的仇敵的詭計都完全滅絕。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凡事興盛，身體健壯，正如他們的靈魂興盛一樣。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或吃或喝，無論做什麼，都為榮耀神而行，使他們蒙主賜智慧、喜樂、平安，與主同行。在凡事上認定主能行的合宜，蒙主喜悅，使人得福。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存敬畏的心，不斷領受從你而來的異象，並賜下謀略的靈，清楚你的策略、方式、時間、人選。主啊，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有智慧的心，時常敏銳聖靈的引導，安排一天時間的先後次序，留意你在他們周遭的人事物上的工作，樂意付代價與你同工，享受與你同工的果效，常得同工會眾未得救者的喜愛。
求你賜下合一的靈在我們的聚會中，幫助我們每一個人都願意同心，使我們能同感一靈來追隨你，追隨同一個異象來奔走你的道路，幫助我們除掉邪僻的口、乖謬的嘴，眼目向前靜看，追隨你的道路。求聖靈恩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侍奉和禱告，使貧窮人有福音聽，有病的得醫治，受壓制的得自由，成為智慧的領路者，使眾肢體歡喜付代價，同心遵行大使命，使萬民作主門徒。願頌讚榮耀歸給榮耀的主耶穌。求主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不遇見試探，救他們脫離兇惡。奉主耶穌的聖名，命令教會中不當的批評、過度的期待都要離開。求主敗壞罪惡的權柄，使他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毫無影響力。求耶穌成就屬靈的人參透萬事的話，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，使他們有智慧，不受欺騙，被你保護隱藏，並靠主能站立得穩，抵擋仇敵得勝。主耶穌，你是供應我們一切需要的神。求主供應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經濟的需要，知道分配的優先次序。蒙主祝福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經歷先求你的國和你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他們的喜樂。能分辨凡物是否出於耶和華所賞賜的，有清潔的手，得享神的富足，並不加上憂慮。求主賜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身為丈夫、妻子、父親、母親、兒子、女兒，各樣各色，能用心稱職，勝任有餘，成為蒙神祝福的管道，使敬畏你的人一樣好處也不缺。當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專心侍奉你時，求你以盾牌四面護衛他及他的配偶、兒女、親人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沒有後顧之憂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為教會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禱告。主耶穌，我為你呼召，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在神國裏服侍你的兒女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甘心樂意的回應你呼召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盡心盡意盡力的服侍，我們感謝你。你是公義聖潔的主，也是慈愛憐憫滿有恩慈的神。求你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在所行一切事上聖潔，使他們能見你面。求榮耀的父將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賜給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使他們真知道且認識你，和你有親密的關係，能領受從你來的啟示，與眾肢體一起建造榮耀的教會，預備你的再來。求主時常吸引牧師、傳道、師母與你親近，當他們親近你時，你也必親近他們，並用你的愛澆灌他們的心，讓他們親身經歷你對他們的長闊高深無止境完全的愛。主耶穌，你也祝福並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接近你的質與量，賜下渴慕的心、合適的場所、足夠的時間，不容許仇敵偷竊毀壞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安穩在你懷裏，浸泡在你生命活水的江河中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重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你也必天天用新的膏油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頭，使他們的福杯滿溢，天天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榮上加榮。
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一切攪擾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無法專心親近主的仇敵的詭計都完全滅絕。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凡事興盛，身體健壯，正如他們的靈魂興盛一樣。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或吃或喝，無論做什麼，都為榮耀神而行，使他們蒙主賜智慧、喜樂、平安，與主同行。在凡事上認定主能行的合宜，蒙主喜悅，使人得福。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存敬畏的心，不斷領受從你而來的異象，並賜下謀略的靈，清楚你的策略、方式、時間、人選。主啊，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有智慧的心，時常敏銳聖靈的引導，安排一天時間的先後次序，留意你在他們周遭的人事物上的工作，樂意付代價與你同工，享受與你同工的果效，常得同工會眾未得救者的喜愛。求你賜下合一的靈在我們的聚會中，幫助我們每一個人都願意同心，使我們能同感一靈來追隨你，追隨同一個異象來奔走你的道路，幫助我們除掉邪僻的口、乖謬的嘴，眼目向前靜看，追隨你的道路。求聖靈恩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侍奉和禱告，使貧窮人有福音聽，有病的得醫治，受壓制的得自由，成為智慧的領路者，使眾肢體歡喜付代價，同心遵行大使命，使萬民作主門徒。願頌讚榮耀歸給榮耀的主耶穌。求主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不遇見試探，救他們脫離兇惡。奉主耶穌的聖名，命令教會中不當的批評、過度的期待都要離開。求主敗壞罪惡的權柄，使他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毫無影響力。求耶穌成就屬靈的人參透萬事的話，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，使他們有智慧，不受欺騙，被你保護隱藏，並靠主能站立得穩，抵擋仇敵得勝。主耶穌，你是供應我們一切需要的神，求主供應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經濟的需要，知道分配的優先次序。蒙主祝福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經歷先求你的國和你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他們的喜樂，能分辨凡物是否出於耶和華所賞賜的，有清潔的手，得享神的富足，並不加上憂慮。求主賜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身為丈夫、妻子、父親、母親、兒子、女兒，各樣各色，能用心稱職，勝任有餘，成為蒙神祝福的管道，使敬畏你的人一樣好處也不缺。當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專心侍奉你時，求你以盾牌四面護衛他及他的配偶、兒女、親人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沒有後顧之憂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為教會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禱告。主耶穌，我為你呼召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在神國裏服侍你的兒女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甘心樂意的回應你呼召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盡心盡意盡力的服侍，我們感謝你。你是公義聖潔的主，也是慈愛憐憫滿有恩慈的神。求你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在所行一切事上聖潔，使他們能見你面。求榮耀的父將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賜給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使他們真知道且認識你，和你有親密的關係，能領受從你來的啟示，
與眾肢體一起建造榮耀的教會，預備你的再來。求主時常吸引牧師、傳道、師母與你親近。當他們親近你時，你也必親近他們，並用你的愛澆灌他們的心，讓他們親身經歷你對他們的長闊高深無止境完全的愛。主耶穌，你也祝福並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接近你的質與量，賜下渴慕的心、合適的場所、足夠的時間，不容許仇敵偷竊毀壞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安穩在你懷裡，浸泡在你生命活水的江河中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重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你也必天天用新的膏油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頭，使他們的福杯滿溢，天天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榮上加榮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一切攪擾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無法專心親近主的仇敵的詭計都完全滅絕。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凡事興盛，身體健壯，正如他們的靈魂興盛一樣。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或吃或喝，無論做什麼，都為榮耀神而行，使他們蒙主賜智慧、喜樂、平安，與主同行。在凡事上認定主能行的合宜，蒙主喜悅，使人得福。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存敬畏的心，不斷領受從你而來的異象，並賜下謀略的靈，清楚你的策略、方式、時間、人選。主啊，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有智慧的心，時常敏銳聖靈的引導，安排一天時間的先後次序，留意你在他們周遭的人事物上的工作，樂意付代價與你同工，享受與你同工的果效，常得同工會眾未得救者的喜愛。求你賜下合一的靈在我們的聚會中，幫助我們每一個人都願意同心，使我們能同感一靈來追隨你，追隨同一個異象來奔走你的道路，幫助我們除掉邪僻的口、乖謬的嘴，眼目向前靜看，追隨你的道路。求聖靈恩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侍奉和禱告，使貧窮人有福音聽，有病的得醫治，受壓制的得自由，成為智慧的領路者，使眾肢體歡喜付代價，同心遵行大使命，使萬民作主門徒。願頌讚榮耀歸給榮耀的主耶穌。求主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不遇見試探，救他們脫離兇惡。奉主耶穌的聖名，命令教會中不當的批評、過度的期待都要離開。求主敗壞罪惡的權柄，使他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毫無影響力。求耶穌成就屬靈的人參透萬事的話，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，使他們有智慧，不受欺騙，被你保護隱藏，並靠主能站立得穩，抵擋仇敵得勝。主耶穌，你是供應我們一切需要的神，求主供應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經濟的需要，知道分配的優先次序。蒙主祝福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經歷先求你的國和你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他們的喜樂，能分辨凡物是否出於耶和華所賞賜的，有清潔的手，得享神的富足，並不加上憂慮。求主賜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身為丈夫、妻子、父親、母親、兒子、女兒，各樣各色，能用心稱職，勝任有餘，成為蒙神祝福的管道，使敬畏你的人一樣好處也不缺。
當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專心侍奉你時，求你以盾牌四面護衛他及他的配偶、兒女、親人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沒有後顧之憂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為教會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禱告。主耶穌，我為你呼召，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在神國裏服侍你的兒女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甘心樂意的回應你呼召，感謝你，也為他們盡心盡意盡力的服侍，我們感謝你。你是公義聖潔的主，也是慈愛憐憫滿有恩慈的神。求你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在所行一切事上聖潔，使他們能見你面。求榮耀的父將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賜給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使他們真知道且認識你，和你有親密的關係，能領受從你來的啟示，與眾肢體一起建造榮耀的教會，預備你的再來。求主時常吸引牧師、傳道、師母與你親近，當他們親近你時，你也必親近他們，並用你的愛澆灌他們的心，讓他們親身經歷你對他們的長闊高深無止境完全的愛。主耶穌，你也祝福並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接近你的質與量，賜下渴慕的心、合適的場所、足夠的時間，不容許仇敵偷竊毀壞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安穩在你懷裏，浸泡在你生命活水的江河中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重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你也必天天用新的膏油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頭，使他們的福杯滿溢，天天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榮上加榮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一切攪擾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無法專心親近主的仇敵的詭計都完全滅絕。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凡事興盛，身體健壯，正如他們的靈魂興盛一樣。求主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或吃或喝，無論做什麼，都為榮耀神而行，使他們蒙主賜智慧、喜樂、平安，與主同行。在凡事上認定主能行的合宜，蒙主喜悅，使人得福。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存敬畏的心，不斷領受從你而來的異象，並賜下謀略的靈，清楚你的策略、方式、時間、人選。主啊，祝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有智慧的心，時常敏銳聖靈的引導，安排一天時間的先後次序，留意你在他們周遭的人事物上的工作，樂意付代價與你同工，享受與你同工的果效，常得同工會眾未得救者的喜愛。求你賜下合一的靈在我們的聚會中，幫助我們每一個人都願意同心，使我們能同感一靈來追隨你，追隨同一個異象來奔走你的道路，幫助我們除掉邪僻的口、乖謬的嘴，眼目向前靜看，追隨你的道路。求聖靈恩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侍奉和禱告，使貧窮人有福音聽，有病的得醫治，受壓制的得自由，成為智慧的領路者，使眾肢體歡喜付代價，同心遵行大使命，使萬民作主門徒。願頌讚榮耀歸給榮耀的主耶穌。求主保守牧師、傳道、師母不遇見試探，救他們脫離兇惡。奉主耶穌的聖名，命令教會中不當的批評、過度的期待都要離開。
求主敗壞罪惡的權柄，使他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毫無影響力。求耶穌成就屬靈的人參透萬事的話，在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的身上，使他們有智慧，不受欺騙，被你保護隱藏，並靠主能站立得穩，抵擋仇敵得勝。主耶穌，你是供應我們一切需要的神，求主供應牧師、傳道、師母經濟的需要，知道分配的優先次序，蒙主祝福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常經歷先求你的國和你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他們的喜樂，能分辨凡物是否出於耶和華所賞賜的，有清潔的手，得享神的富足，並不加上憂慮。求主賜福牧師、傳道、師母，身為丈夫、妻子、父親、母親、兒子、女兒，各樣角色，能用心稱職，勝任有餘，成為蒙神祝福的管道，使敬畏你的人一樣好處也不缺。當牧師、傳道、師母專心侍奉你時，求你以盾牌四面護衛他及他的配偶、兒女、親人，使牧師、傳道、師母沒有後顧之憂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